Hello，大家好，我是郭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咯。大家当地更加系咧高龄化嘅社会，故说唔单将家庭，连带嘅人哋社区也该注重老人家嘅问题哦。到底按样办来照顾老人家呢？今日人哋就特别邀请嘅社区两位好朋友，好好来同大家说嘅社区到底按样办来照顾老人家哦。马上来分享几点吧。首先来分享人哋社区嘅总干事何总干事。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屏东县林洛乡田心发展协会总干事，今年70岁了。好，欢迎总干事。接下来呢，系人哋施工阿英姐。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来自林洛田心村职工郑水英。好，欢迎阿英姐，欢迎两位来到我哋节目直播哦。头头有讲到两位都系我哋社区直播嘅人嘛，也算是更加提做一个老人家照顾嘅工作。首先先来请教下何总干事啦，总干事，你这个本身工作除了做一个职工之外，你这个还有做其他嘅工作嘛？还是讲更加已经退休嘅冇得工作嘅？之前呢，我还没有到林洛社区的时候呢，我是在警察局上班，我在警察局上班，然后呢，退休之后呢，我原先在生命线协会当协谈志工，也有在原住民文化园区当解说员，109年呢，就受聘为这个社区总干事之后呢，我把全部的时间就移到我们社区来服务我们社区的老人家因为我的理念是感觉说，我以前在服务的都是像在生命线是，我听电话我见不到本人，然后我做导览志工是服务是我不认识的人，那后来我想说亲不亲故乡人嘛回到自己的社区来服务村里的长辈，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刚刚听你这样分享，这个黑没哈港人，刚刚好像听起来不像呢哦。因为我爸爸是客家人我们是屏东县高树乡的客家人，妈妈是闽南人，因为爸爸工作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就很小就在外面了，住在闽南村，所以客家话人就讲的比较不灵光原来因为提到唐人，有一点熟悉的腔，又18又唔腔，所以想说确认一下，原来是这样子。那继续来讲到阿英姐咯，同头头总干事讲的嘛，基本上都有在接受一个职工的工作的嘛。睇同总干事强下，能两公婆，也会天天来去做一个职工嘛，还是讲几多我们联络鸦片之后，才开始接受的。我本大陆喺田心村的蔡天颖，以前爸爸嘛係有喺田心社區做過理事長，媽媽都務農嘛農家人嘛，伊也有得過農10大傑出農家婦女，有去總統府頒獎過，個弟弟也做嗰度家嘅村長，我提個探研書做主任退休嘅時間，我就加入也田心社區繼續如算係服務大家嘅工作。對。你阿英姐談好咧，唔單將你自家連自家爸爸啦、盧卡嘅人全部都係對一個公眾事務親熱心嘅呢。爸爸如田心社區發起人啦，他是82年的時間都成立這個田心發展協會社區理事長，這樣子對。嗰時間82年有個協會田心社區發展協會這樣成立啦，到嘛田心社區發展協會其實對82年成立到而家，佢個宗旨、佢個工作嘅服務內容有變化冇？當然有變化啦，因為佢嚇攏講長輩睇參與而家嗰度有3個有嘛，就會來參與這個工作。以前可能就是以美化環境啦，為那個首要啦，就是講我哋田心村嘛有得過全省提名的美化環境跟那個宜蘭嘛去受邀到宜蘭五節村那邊去參訪。
哦，哎呀，因为我记得都讲头摆我们去到沙溪的时候，有个老人家会很骄傲，然后都同人讲，我们以前沙溪得过奖哦，得到某个奖就像阿英这样子个，我们绿美化得奖。我记得今日我有拿个相片本来看，都讲今日一群老嫩太细贵重的哦，全部摕去办书的啦，吼，梳体奶啦，中发也都有天顿的爸爸安尼出去做工冇？有几下，就会。有一种环境哈，按我们天心沙去一切个环境都是全省之冠呐。排名在挑选的。对，我都有人查吼，来参观咯。哎呦，对，虽然几下唔会讲木嘅吼，归河岸用的吼，拢草木也有啦。茅草屋也有，但是环境是让人家觉得说，值得去参观的地方，安尼其实来强调一下总干事哦，总干事我想强调一下，提到阿英这有讲嘛吼，82年这是一个成立的是个协会吼，针对社区的工作去做绿美化也掉都接受总干事之后，也个偏方讲，以前。在你接手之前，其实有专批来做一个老人家照顾，系啊，讲接受之后，怎开始成立一个人讲沙溪关怀基点啦，也掉来照顾老人家，起码个时间开始有一个转变的呀。之前就有转变了，但是我是109年才接任总干事嘛，那时候我们就是有邀请一些志愿奉献时间的志工，我们一起来，就是把它。再比较细化一点，就是说让老人家可以来到社区做一些活动，上课啦，跳舞、手作啦，各方面，让他们在身心灵方面呢都得到一个比较进一步的这个成长，这样沙溪的老人家差不多一多少来参加个沙溪的关怀基点？目前呢，我们是。学员跟志工呢，加起来差不多50几个人这样，50几个人。原先呢，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呢，你请长辈来上课，他们都是推脱认为就是说去我们都听不懂啊，怎么样，反正都推。但是我们就是要一一的去拜访他们当刚开始学员没有那么多，然后呢，慢慢的这个口碑出去呢，慢慢的他们就是会去邀集会去宣传，然后现在呢变成已经是要限制人数了，因为呢我们的空间有限，因为我们还要做动态的运动什么，但是你如果人太多的话呢，变成这个会影响到这个活动的空间，所以我们现在是限定35个人，对，哇，安尼也个其实。跟他来讲，就是说，如果说可以的话，空间够大一些，可是我们还可以照顾更多的老人家，懂吗？就是说更加现在发通那个空间，迄个沙溪的关怀基点一个我们讲活动中心嘛，还是讲其他的地方？对，活动中心。因为我们活动中心是早期盖在那边，但是属于是一种违建所以说我们变成说要在密地再重新再建过这样，所以现在变成是说。因为有限制人数的关系所以说有很多人想进来而没有办法进来。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说我每一年办一个结业典礼因为有一些人就是说他报了名之后呢，就是占名额有时候身体的因素各方面他没有办法来，但是名额占着，我们变成说。想要进来的人也没有办法进来对不对？后来我们就说想一个办法，就办一个每年办一个结业典礼，然后结业典礼我们重新报名，那些身体不舒服的人他们就不会报名了，那就能够让一些人可以递补进来。类似有些摆轮流的感觉了，安尼总干事，你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些长辈一开始就比较反弹嘛不会出来，你们是用哪个方式，帮给老人家讲好啦，能会来啦，让他说服他来参加的？因为学员都是自己本村的人嘛，对不对？我们就说没有关系的，大家都有伴来这边可以一起聊天因为中餐我们也有煮给他们吃嘛，就说一起
共餐呐，一起这边聊天什么啊，他们来了哦，就都是有认识的人呐，所以说他们就是等于是来找老朋友一样，这种心态慢慢的引导这样。今年来也发现到，真是很奇妙哦吼，个城市哦有可以上课，可以吃东西，可以讲红花对，他搞会游啊，对，代表我根本你爱去的，对，他们就会成群结伴来。哦，相近人来都做个啦，对。因这头头总管是有讲到呢，讲人睇下上课还会煮嘅动作嘛，吼是温泉那的，所以这个有其中一个原因，系免人煮的东西太好吃了，也想到老人家能装逼过来啊。哦，也有原因哈，因为一种讲我问老人家来上课哈，如果有一点样呀，唔要讲想啦，嘿，也心上来安尼。嗰来上课嘅人，安尼唔是宣传，上课嘅人规起嘅，老人家睇穷下了嘅时节，如果讲哦，今仔早起发展，怕那改好哦，马街就同人准备吼，也有衫褲，热天冬天，有出去了有背包，嘿，俺哋如果煮比人食。又买餐具，俺哋拢买316的哦，又有提锅，嗰度下巴度俺哋会煮客家人的米线木嘛，俺哋煮菜的方面啦吼，俺哋会为老人家嘛食上啦吼，嘿，也有骨头的啦，公硬的啦，那个俺哋会客户用乜嘅来代替，来替代营养菜色，都有考量啦，就变成讲一个大家庭啦。真是谈风嘞，真是本老人家吼，会有兴趣过来，因为今年来的亲像这个路卡，唔系去上到老辈安尼啦吼，哇，quite好呢，观众朋友，原来啊，天津沙区今年更加做老人的服务，系安尼的感觉哦。不过今年的课程又有样板呢，还有乜嘅内容呢？休息一下，CB3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哦。前面有讲到，阿英仔今日一定的用心来照顾社区的老人家，唔单止一盆菜煮的好食，还会怪有营养哦。不过一个营养的分配，今日係用办做到的呢，继续来请教佢吧。阿英仔，头头有讲到啊，唔定除了注意讲有个菜色要煮得好食，有骨头啦，哪方咧讲讲老人家适度嘛。我就想到讲，今仔老人家嗰度要注意讲营养的平均，营养平均，那有营养啊，可能比较欠缺的，有些上过课也有专门请嘅营养师来同人设计一个菜单。我哋有去县政府上课，上嘅就关怀据点老人家因为人用来煮营养用来调配，系一种课程，又有去富区呢。据点听人老听人看，伊人都在煮嘛个本老人家食，过来俺们一家就在变化一下。原来呢，嗰时候唔系凊彩煮哦，还有去配去上过课，顺势去同其他社区交流一下，验一下看下先，有哪条歌要来学嘅。那继续问一下如果。社区嘅装备对你们的菜一定的气氛嘛？今年有贴配气氛的菜色嘛？其实俺哋煮出来对俺哋职工来讲没一种压力啦。俺哋爱想讲老人家过好生活嘅，因为俺哋经费也有限，我们不能说去买的大鱼大肉或是什么鲍鱼龙虾，这真冇可能啦俺哋都讲老人家可以接受嘅，价钱可以嘅，俺哋会事前开会同职工开会讲。俺们有一主菜、一副菜、3菜，3个菜，我煮嘛嘅，大家
同意就有去采买。哦，你大家喜欢的，你也记方啦。不过讲到也个吹吼，头都讲，阿英在讲到鲍鱼龙虾，也个俺都想到伊咧清河内头摆俺哋去到沙溪的时节吼，就供养老人家，俺哋问老人家讲，也个沙溪几点做的吹一点都好吃的，俺哋最好吃嘛个，个人都很欢喜同俺哋讲，俺哋每礼拜吼都会是鲍鱼，我说啊，沙溪用暗吼可以是鲍鱼，唔免啦，包子加不来。都讲，俺哋每礼拜都一定会食呀个，反正想讲演的安尼，它合起来都个鲍鱼咩？哦，不过除了送是一个好食的炊子外，总管是头到前面有讲到嘛，俺哋早起也要请用心，本老人家准备送课的课程，俺就来请教总管是早起本老人家送的课程都大体送嘛个呀？今日有乜个课可以送的嘛？那目前呢，我们这个课程呢，就是有分动态跟静态啊。动态的话呢，我们志工还是说有专业的老师会来教他们跳舞啊，一些律动啊，这方面的那个活动啊，那个静态呢，我们就会设计一些像说这个手作啊，各方面给他们去手脑并用给他们去活动。这样，哦，佢说根本你带人啊，看到安讲的，唔系讲那边买的，系全部人沙期的装批给人做的哦。对。哦，像那个外地啊，看方嘞，清洗蟹应该系过年的时间用的嘛。对，我们就是依这个，像说那个就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做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就跟那个年节有关联的。贴配的主题。对。这个就是过年期间的时候，我们就用红包纸去教长辈做，他们做完之后呢，也可以拿回去吊那些我们的长辈都很珍惜他们所做的这个作品拿回去要叫我们跟他拍照，然后回去跟他们子女分享然后就是他们就觉得很有成就感这样对。总干事来强调一下，因为这些我大概都看得出来是哪个东西中间有个罐头呢，罐头有个金属那个是一种以前的那个铜腕它拿起来会咯咯咯咯咯咯，对，这个是我们请比较专业的老师来教，我们志工都不是说教比较没有那么复杂的动作，因为有的老人家总比年纪个太嘛，手工模仿片，就是最主要的用意说，其实用压个口场，本老人家唔单讲大部分的身体可以动得到，还可以通到个手指头或本技能呢，用脑那可以来想看他现在用板做延缓那个失能就会动脑了。那在手作过程当中，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说不只是说他们做而已那我们的年纪是从65岁到90岁的都有所以说他们会一组会互相帮忙。有时候看到他们60几岁了在帮90岁的在那边因为他们动作可能会比较生疏这样。这不只是在做手作，是一种好像大家这种感情的凝聚。我是觉得这种教育的效果是比较觉得是难能可贵的。真是那底下讲，唔系全部的老人家都喜欢送一种课程，有的老人家喜欢跳舞各种动态嘛，有的个点呢就比较喜欢静态。那你们怎么去说服有个老人家听到说要上课给你们来送课，给抢来送动态，抢来送静态，甚至于讲给抢来要动作示范呢？有亚种的情形，你能用慢去解决我们既然来到我们也据点我们冇讲纯粹的要吃饭一天有活动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纯粹吃饭的我们是要讲唔喜欢因为安尼冇意义啦。来给嘛给做安尼手作啦，还冇路韵律用呀俺们做嘛，俺们职工会有备课，像俺们要做手作俺们会去准备材料，因为俺们材料讲食材啦，也过克难的啦，唔是用钱买啦，红包像迄红包纸，过年的时节，去年呢又拿来集你看啦，家用红包纸做的啦，俺们职工的话就会选做的半成品啦，因为个难的惊老人家见多书个难我先去做起来，安尼，跳舞的时间，俺们都偏向讲客家舞，像
有童话啦，客家啦，给老人家跳起来佫有活力啊。哦，因为讲，哦，佫叫无跳嘅，嘛个有诶，我同人哋提醒一下。嘿，他讲伊跳佫神奇啦，挨孙嘅，吼，寒暑假伊会来教，哦，会来教老人家跳舞，哦，因为嘛佫怀念啦，嘿，佫想讲，你孙嘅。放假都无来呀，安尼啦。啊，讲因为喺双营门口啊，喺伊来啊，佫叫无跳舞嘅呢。嘿，嗰個同大家互動到大家會想念記得啦吼。啊，談講落一個部分，課程不論動態嘅，也係講靜態嘅部分，其實老人家對一個課程都真歡喜，唔可以講哦，我唔想上課一種。唔會呢，他講伊係欲罷不能呢。嘿，真好。啊，我哋聯絡鄉公所啊，吼。也对我们甜心关怀据点这一块有没有很重视？嘿，有那个比赛，乡公所有什么法通，就会邀请我们过去。嘿，啊，我们长辈就很有荣誉感啊。嘿，几好哦。啊，更加老人家有去参加过某个比赛啦，然后也法通的嘛。有哦，像我们客家300有嘛，包邮饮茶，嘿，去屏东哈踩街跳舞。嘿，这样他们真的是稳啦。嘿，乡公所有乜法通嘛？有乜嘅機會可以去嘛？他不當我哋講，叫我輪流呢，唔免不是問眼呢，話要按度種呢，你講好安尼樣嘿。嗰時候講，還是佢希望一種安尼據點的學習提防啦。按你講到一片啊，總歸是像唔等啊，除了提上課吼，提據點嘛吼，還會按你帶出去比賽啦一條。啊，唔過提個上課係一回事，帶出去應該係有責任，會有壓力嘅嘛吼。啊，對人嚟講，有個老人家中偏嘅家人啊吼，會對一個部分感到一些擔心啊，也係排斥嘅嘛，都見人帶老人家出去，也係講見人聽到嘅，見人也親歡喜，會子人孫仔嘅見人也會來聽書。我们这个活动呢，要举办这个活动之前呢，就安全是第一啊，所以说我们要出去之前，我们就是会分组啊，由志工看去照顾多少个老人家，然后出去我们会做名牌啊，万一说有走失什么都有联络电话什么啊，我们都会帮他们设计这个，因为安全是第一嘛。然后要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你要先征求家人的同意哦，我们要带你们出去征求家人的同意，然后我们也会保险啊，然后尽量我们就是把这个活动呢，有以安全为第一，然后呢把它办好这样。哦，嗰個談風咧，其實老人家啊同今日咧陸下一年其實都很贊同，說唔單止睇下上課，其實還可以出去流流啊，有一個機會嘅話，你看還能睇下好嘅暗號，還可以出去表演給人家看。沒有，他們就是這個作品拿回去啊，他們都會分享給家人，然後家人在無形中也都會資助我們。有時候我們有辦什麼活動，他們就是會資助說，哎，我給你們多少經費，還有我們說，還有在台北的時候，我去拍那種。很難買到的那個鳳梨酥寄回來給大家分享，因為覺得說他們很贊同我們這種活動，這樣。對。真是陸創意的泰家庭啊，吼，一定都會想到泰家，每次個陸下一年哦，嘿，有個總條沙基地我都一直跟他們強調，就是說我們就是一個大家庭，哦，兄弟姐妹。所以說，在那個剛才我太太分享的這個我們用餐哈，我就是說大家彼此感恩。所以說，我們每一次在用餐的時候都會做一個動作，就是說，哦，我們要用餐時間到了，我就會把那個全部的這個志工媽媽啦，哈，還有廚師，全部就是請到這個教室前面，然後就是說由他們來感謝這個廚師今天煮這個飯菜給我們吃，那我們志工也感謝這個學員呢有這個機會讓我們服務。我是覺得說。不只說上課只是一種形式上，我們營造一個大家庭，大家彼此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感恩，就有一種嘅氛圍出來啦。對。哇，觀眾朋友，聽到一邊真是感覺哦，總管是給人撒氣啊，將一個老人家照顧過好呢，對內對外都照顧好嘅喲。唔過還有更多精彩故事，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講哦。
虽然讲更加总干事同阿英姐吼，其实咧工作咧系照顾老人家，早期几点喺1年多，啊，毋过其他时间其实还系改无限咧。今日喺无限马嘅呢，继续来请教佢哋。阿英姐，人哋讲更加吼，早期嘅发展协会除了经营有嘅早期关怀基点，喺1年嘅之外，听讲啊，唔能平时行改无限，系攀嚟改道嘅法通同做嘅改道嘅事情，唔可以同人分享一下平时早期嘅发展协会到底係无限马嘅好冇？我哋有也组织哈，又話有從事俱樂部哈，都65歲以上的，都列為長壽俱樂部。我哋經驗費用有103個，哈。以前的媽媽教室就是現在的成長教室的啦，啊，個有守望相助，哈。啊，我哋嘅長壽俱樂部的話，我哋1年啦哈，會有去關懷老人家啦。像他生病啦，哈，住院啦，我们都会去做一个关怀，然后给他一点慰问金，这样子，好让他们感觉说，我有人给关心安尼啦，啊，重阳节时节啦，哈，嘿，也会办餐费啊，哈，嘿，请人出来吃饭，嘿，啊个，无吃饭啊，反正人会买纪念品币呢。嘿，像今日人买2倍，吼，1沙1两分老人家，吼，因为要过欢喜啦。伊讲哦，按世种啊，可以做啊安优啊，吼，也是很感恩啦。俺人守望相助的话，俺人就因为俺人家拢，我当然做槟榔啊，拢做槟榔，啊，我俾人头骨啦。守望相助就会去巡逻，嘿。啊个有喜事啊、丧事啊，会做交通安全的管制。嗰种俺哋田心的，我感觉讲，迄个睇几幸福啊。嘿，因为有乜个活动，唔是人讲，也的组织就是会呈现出来。这个会直通一天对，就会呈现出来，嘿，就会觉得好感动哦，这样子啊。唐风来亲像俺哋头摆老人家讲的哩，就是讲，有乜人要结婚啊，哈，如果有乜个事情，隔壁邻舍他个拿波呢，加个灯的啦，做灯嘅就会全部他个通风了，唔系一家人的事情，系贵总头的事情呢。对，就是有嗰种感觉啊，哈，嘿，嗰种，迄个睇甜心的哈，感觉讲很幸福啦，很棒的村庄啦。安尼，早期要有嗰种固定期盼的发通冇？就除咗从嘅重阳节之外，还有吗？系啊，没有法通嘛是一个凝聚的力量啊。系有像马祖山啊，吼，都全庄嘅人啊，我出通啦，吼，嚟做一个有意义嘅，吼，拜马祖啦、游行啦，嘅。安尼唐风来啊，早期伫要办嘅法通，係一定嘅丰富，一定嘅神奇呢。啊，唔過我哋講嗰度嘅早期嘅發展協會，其實啦，除了辦法通之外，佢哋行其他體咧，早期推動嘅角色嘅地位，佢哋推動乜嘅呢？推動嘅觀光啦，又係講有乜嘅特色嘅農產品一度。從唔哋咧早期嘅發展協會，更加有安尼嘅規劃嘛，都推動乜嘅重要嘅農產品，又係講觀光，有一個規劃嗎？因为我们为了就是要让人家了解到我们村庄甚至整个乡的这个客家文化，所以我们现在有成立一个导览人员的训练，现在已经都结束了啊。那为了要让那个外面的人了解到我们林落的客家文化，所以我们有设计全天的或者是半天的行程来导览他们这样，让他们去了解到我们林落乡的一些值得去观赏、去欣赏的这个客家景点。你幾間5年咧觀光嘅導覽人員差唔多有幾個啊？差不多10位左右。10幾個，有幾多呢？可能係老人家也係講有後生嘅，也係攏有。他们这个導覽人員呢，就是等于是说另外招生的，所以说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都是年轻人比较多，有很多都是客研所的，他们就是对客家文化有了解，但是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他们也会来报名参加。对，所以其他服务的范围服务的范围其实不单只是在田心社区这边，它是整个林落乡。但是如果真的是要在田心社区里面的，他们也可以。对。那你
如果说真是要用到要个投篮人员，俺去天平沙去这边老聊，我们要怎么去联络说俺需要投篮嘛？吼，也是有许多问题的话，要怎么联络？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导览人有一个平台，你就联络我们的平台，他就看看你们什么时候时间要来，要半天的或1天的，他们就会帮你们安排这样，包括说要带你们去哪边吃比较客家特色的这个午餐啊，我们都会帮你们安排。安尼除了去讲安尼爱投篮可以去这个平台之外，假使讲我们想要知道像头头阿英这讲的，沙奇地包要办健走啦，也讲苗红有冇个发通的。如果说我们要去联系像这样子比较是属于天星沙奇的，能这边有可以联络的地方啊，也是平台。就是直接联络我们天星社区那个关怀据点了。这样我们要办之前，我们应该都会发出那个就是联络的那个，就是说我们要办这个活动，甚至别村庄人都会来参加。对。你看俺们安优就像讲，俺观众朋友从俺共用，假使讲有看到，假使讲这个地方真的很像很有趣，俺一天我来前面的时间过来聊聊啊，安这条到中关司有讲嘛，现在有推动沙奇 video 有个观光同投篮人员结合，天星沙奇本身佢自家最主要有某个出产某个农产品，也係講有某個特別的景點嘛。對對我哋菜天人來講，有某個可以銷給本大家啲嘅冇？咱農種田的啦，農產品啦，就是有個蓮霧啊，蓮霧共奏會到，最大宗的最大宗的就蓮霧同共奏，嗰種我哋。據點然後不時有呀東西可以食，嘛都芭樂臘八的，俺哋咧方向是講俺哋可以做啲再生農債啊，有冇做啲個喺班人來講可以本人講有一個伴手禮啊，我們就是朝這個方向啦。對啊，俺感覺講，其實有啲時間農村俺哋講講。鄉下種頭其實求有個進步冇一天講，我要拋棄掉農業，也係講做某個一態變化，唔係，更加有一年讀書讀一年，尋咩某個尋頭擺嗰種感覺，像唔定頭都講嘅大家鄉下睇嘅食飯啊，發通嘅感覺，傳統嘅文化，就會按呢，唔能保存咧按其實得嘅鼓勵一下，繼續來朝這個方向，本大家佢講安尼，唔能夠享受頭擺嗰種感情，嗰種氣氛，要來安尼天星沙奇都做嘅，係嘛安尼？唔能用啥用咁破，服務做一個職工嘅一段時間嘅嘛，睇沙奇啲波也看到幾多嘅人事物嘅，都更加為之有某個本人用位個印象深刻嘅人事物，也係講睇做一個老人照顧嘅部分，錄開呢，也係講見人。總比啊，有給你們比較多的回饋，你能有印象過程沒有？像中關司，你有嗎？有一些讓你比較印象深刻的？其實帶人真的是要很用心呐，因為多人就多意見嘛，對不對？但是你要怎麼去平息，說大家都能夠有那種向心力，這樣你帶起來才不會說有什麼阻礙這樣。我們印象很深刻，也很感動的，就是說有一天呢。剛好我們兩個夫婦有事情沒有去不知道被傳到說我們兩個已經要離開那個地方不去了結果那一天呢，所有的志工都跑到我家來，長輩打電話，你們為什麼不要再待了呢？怎麼樣講？我們覺得說，我們不是這個意思，怎麼會傳到說我們兩個不去了但我們自己也會感到很欣慰，就是說，至少我們在他們的心目中呢，已經是不是好像很需要我們這樣我們會以後會更加的去付出覺得說付出，不然的話真的是在一個團體當中呢，你要讓大家都意見都相同的話，真的也是很難對。那安正有嗎？我同我先生前2日有去關懷2禮拜冇上課的長輩啦，去到伊度卡既然看到伊個所做的東西有冇？去開就呈現喺伊度卡客廳啦，看如果我就講別攏種個感動呢，人東西攏要留起來呢。伊講我本來冇看呢，我冇講媽媽安慰迄個沙奇有冇？我做安多東西
伊的妹嘛过放心，伊来倒沙去，因为伊安尼妈妈过快乐，嘿，我安尼觉得说，这个也是真的，我们有成就感的之一啦。啊，你得如果爱先生有一日无送啊，送沙牙，嘿，啊给长辈吼，哦7点，愈来拢啊落卡，啊讲安做嘛个啊？伊讲若爱赶吉个接啊，闭塞啊啦。哦。嘿，伊即家总爱记得即家挤压的啊。嘿。也是得个夹好啊啦。嘿，啊我就说这个真的是也是很感动啦，因为长辈哈他们的心意啊，我相当安尼啦哈，表示说我们也是。付出有代价啦，本件人认同的啦。尤其迄头都讲到个奖品，其他个奖币奖牌，迄其他个手作作品呢，人家表演迄奖牌奖币，唔免用去表演迄自家的作品呢。错，嘿，我伊也买落个感通啊，讲安尼买个发通伊有时间，伊如果有参与，迄么如我有捐款本安尼，安尼嘿，就让我们这个社区觉得好温暖。真是迄个个温暖的个感觉呢。对。观众朋友，这家路卡有老人家么？更加老人家，种田心沙区老人家都个幸福啊，可以落得好，落个健康哦。大家有限的话，假使讲有机会，可以来去年这家路卡也係講田心沙區留看看啦，看大家老人家係唔係有乜嘅無共樣嘅哦。今日再一次感謝我哋總幹事同阿英姐帶來按精彩、按溫暖嘅分享同故事哦。多謝你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今天非常感謝呢客家電視台能夠來這邊訪談。那我們也希望呢各位觀眾有機會呢來到我們田心，我們一定會幫你們做最好的導覽。謝謝各位。好喲，更加聽聽先生來認同一下吧。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